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章是师父早上写的。我看到印光祖师、印光大师这么用心的讲这一段话，让我们感动啊，感动，非常的敬佩，五体投地的，我们非常的尊敬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他告诉我们，任凭志同圣人。这有两方面来解释，有两方面，就是你不管你如何，你就算你的智慧就像圣人一样，你本身很有本事、很有能力、很有内涵、很有学问，高超圆满的学问。虽然你像圣人一样这么伟大，但是当悉置之度外，你必须要全部把它怎么样抛弃一空，搁在旁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了生脱死，不是靠你的学问。你很有本事，你很有才华，你很有地位，或者是你很有影响力啊，这些东西跟生死无关的，生死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他说，就算你不管任凭呢，就是凭着你想，凭着你的智慧，就如同圣人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但是你也必须要把它置身度外，这必须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你圣人很高的圆满的智慧，很好的神通，但是在临命中，你靠这些是没有办法跳脱的，没有办法离苦的。那么另外一方面讲别人呢，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听到某一个什么佛啊，有一个高僧大德啊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你单凭念佛，你就能去得了吗？就能够满你所愿，顺利往生西方吗？”他这么讲啊，你呢把它置之度外，因为你佛讲的嘛，佛告诉你，你念佛我救度你，这是佛亲口说的话。那我们高僧大德，哪一个佛，哪一个仁波切讲的话，能够拿来跟佛比较吗？各位对不对啊？我们一听就马上就能够觉悟了。一般凡夫众生，就算你有再高超，你比不上佛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跟佛怎么拿来比较呢？所以我们就知道，不单单是我们本人，你的境界很高，你也必须要把它置身度外。就算别人听到别人哪一个人讲说念佛不能往生，你也必须要把它置身度外。这是两方面的角度来解释的，所以一定要明白很重要的观念。这个观念，如果你正确了，你正确，知道吗？将持一句佛号，我们就不受影响。你只要把这一句佛号当作本命元辰，你根本的生命一样。你如果没有这句佛号，你就会堕落，你就会受苦，你就会在黑暗的地方折磨。有这句佛号，就像你的元辰，身体就健康了，就光彩了，就很有将来了。所以各位，就你根本的生命一样。所以你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当作你的生命，当作你的生命，誓求往生西方。我誓愿发誓，我一定要求到往生西方。就是我的心里面渴望，我要追求的目标就是到西方，西方，西方。如果你念佛就是这样做的话，一定满你所愿，一定满你所愿。虽然我们程度低，程度不好，或者是我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能耐啊，学问也不好，我什么都呆呆的、笨笨的，但是佛永远不嫌弃你。不管你什么对象，不管你什么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地点，阿弥陀佛说，只要你念记佛号，我就救度你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这种凡夫众生呢，我们这种造罪造业的苦海众生，唯一的能够选择的道路，因为我们毕竟自己回想自己，习气太重了，我们的心污染太深了，看什么马上就动念。一动念，我们的命运就开始变了，我们的心就肮脏了，
肮脏，永远没有清净过，永远没有清净，就是永远就存在很多的烦恼。所以像我们这种对象，想要完全把这些杂念妄想啊一刀两断的话，我们学不来，一般众生学不来，也做不到。所以刚好佛呢很慈悲，不管你是清净心还是污染的心，你程度高也好，程度低也好，我一定，你只要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所以印光大师说：“宜学宜夫宜父啊，我们应当要学这种笨笨的、呆呆的，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啊，很憨厚的这么一个人，不管他是男众，不管是女众，他是多么笨、多么愚痴、多么没有能力的人。”但是他很老实，我老实行持为要，我老老实实把这句佛号，这些啊，有一些这种乡村的啊，比较没有出社会的，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这些渔夫渔妇，但是人家告诉他，你念起佛号，你就阿弥陀救度你，他马上相信了。他不会怀疑，所以佛说这种人老实行持，就老实，我就老老实实、实实在在的把这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每天吃，就是抓着不放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学这种人，不要写那种我脑筋反应快，我很敏捷，好像我很了不起，还有通天的本领一样。他有很多人就靠他这样的方式，结果大部分都堕落了，各位，你看我们曾经都看过，我们禅宗的五祖大师弘忍大师。因为他没有发愿西方，他的境界之高，修为之好，都是我们末法众生非常恭敬、很崇拜的对象。但是他没有发愿西方，结果他又来投胎，在哪里啊？就是苏东坡啊！苏东坡这么有学问，这么有地位，但是他还是成家立业啊，成家立业照样六道轮回。这是我们很清楚的案例啊，清楚的案例。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明朝的王阳明先生，啊，他前世是一个老和尚哎，他已经进入一种入定三昧的一种境界，他的功夫啊，修为，那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家很敬佩的、崇拜的这么一个对象。他知道说，我往生了以后，我作化了以后，我50年之后，我的名字叫王阳明，叫王阳明。你看，等到王阳明一来，进到一个寺庙的闭关房，一看啊，原来老和尚老早在作画的时间，已经提了一个句子啊，一个句子。在墙壁上面说：“我作画了之后50年，开门的人就是关门的人，开门的人就是关门的人。”你看，所以原来王阳明就是这个老和尚再来转世投胎。老和尚这么高的境界，但是他没有发愿西方，结果呢，照样六道轮回。所以你看这个多可怕，多可怕！很多佛啊，很多这些仁波切，各位，师父学密法学了16年了，我看到我的上师告诉我，很多这些被认证的有修为的再来人，但是这一次来投胎转世之后，受到大家一味的恭维啊，供养啊特别丰富。他很容易迷失自己，他没有把自己好好在用功报答众生，结果呢就慢慢的堕落了。所以你看，你发愿再来这个世间度化众生，不是不好，但是你的境界没有办法把持，自己没办法把持，所以很容易随波逐流，很容易受环境的污染，就开始又堕落了。所以这个不保险。
不保险，我们一定要赶紧发愿求生西方，那么彻底的把这个生死给了断。那么你成愿再来，那就是非常安心、安然自在。各位不会再堕落在一种不退转的这样的一个不幸的命运里面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要知道非常重要。印光祖师告诉我们这一段话，明白的提醒大家，就是说，你不是靠你的智慧，不是靠你的本事，不是你一定要靠这一句佛号，把你当作本命元辰，好好发愿往生西方，老老实实的把这句名号从头到尾念到底，不换题目，不改变题目，永远坚持到底。如果你能这样子做，一定满你所愿，大家都成就，人人都有希望。所以我们把这段话告诉大家，希望我们互相来勉励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